按咗吧。成績公告，以下係女子 U20 100米決賽成績。第3名張家喬 WAC 成績14秒6。第二名阮彩冰 WAC 成績14秒14。第1名柯柏瑩 LHTF 成績13秒25。有咩啊？早餐啊？聽朝早餐啊？以下係男子 U20 100米決賽成績。第3名黃正松 HKMS 成績10秒93。第2名張俊賢 TPA 成績10秒84。第1名陳庭芳 WAC 成績10秒71，破大會紀錄。以下係男子 U23 100米決賽成績。第3名麥俊豪 LSCAC 成績10秒839。第2名張浩軒 SLS 成績10秒836。第1名